去首爾旅行，但係一落機就唔知點樣去市區。機場鐵路、巴士定係的士邊樣最啱你？今集我會一步步教你由機場入市區，再加埋首爾地鐵同巴士點搭，保證你唔會迷路。如果你唔想拖住行李轉車，其實喺機場直接租車，司機或者用手機 app 叫車都係好選擇。第一種呢，就係機場櫃位呢，即場租車連司機嘅服務好簡單，直接去到達大堂揾寫住 taxi booking 或者 private transfer 嘅櫃位就得，不過價錢會比一般貴啲。例如由仁川機場去弘大，包車大約要7萬won。去明洞或者東大門就大約8萬won至到9萬won左右嘅，車程大概都係40至60分鐘，視乎塞唔塞車。第二種係用叫車 app， 好似韓國人用得最多嘅 Kakao T， 或者有啲人中意用 UT app， 其實就係韓國版 Uber。如果你係即時叫普通的士，車費由仁川去弘大大約5萬至6萬won啊。去明洞啊或者東大門呢就會貴少少，6萬至7萬won之間。不過夜晚或者落雨，叫車時間會長，亦可能會加價。而叫車 app 最方便嘅地方係可以即刻睇到預計車費、司機資料，亦可以揀高級車或者大車，適合多行李每家庭。如果你想平啲又穩陣，機場鐵路 AREX 一定係最多人揀嘅方法。AREX 有兩種車，直達列車同埋普通列車。第一種直達列車唔停站，40幾分鐘直去首爾站，車費呢係13000won。不過要留意，直達列車只去到首爾站，落車之後你要再轉地鐵去弘大、明洞或者係東大門。第二種係普通列車，會沿途停站，包括熱門嘅弘大入口站，車費就平好多，大約5050 won 嘅時間咧會耐少少嘅，大約55分鐘到咧去到首爾站。但係如果你住弘大，呢個就最方便，因為可以直達弘大入口站，唔使轉車。普通列車可以用 T-money 交通卡，或者直接喺售票機買飛都得。而直達列車就要去專櫃買飛，或者用手機預訂。AREX 列車有足夠嘅行李空間，座位都幾舒服。如果你唔趕時間，係一個性價比好高嘅選擇。如果你拖住大件行李，或者想舒服啲直去酒店附近呢，其實機場巴士都係唔錯嘅選擇。仁川機場呢，有唔同路線嘅市區巴士，基本上熱門地區弘大、明洞、東大門、江南呢都有直達路線。例如去弘大可以搭6002號巴士，車費呢係17000won，車程大約50分鐘。去明洞或者東大門呢，可以搭6015號或者6001號巴士，車費呢係17000won，車程呢大約1個鐘頭左右，視乎交通情況。買飛嘅方法好簡單啦，出機場之後會見到巴士售票櫃位，直接講你去邊，佢哋會俾你車票，跟住去指定候車區排隊就得。機場個巴士呢，座位寬敞，前面有放腳位，行李會由司機幫你擺上車底，唔使自己搬嚟搬去。巴士係有固定班次，約每15到20分鐘一班，但夜晚或者凌晨航班會冇車，要注意時間。落車前記得留意車上嘅站名廣播，唔係每架巴士都有中文提示。好啦，今集首爾機場交通懶人包就講到呢度。機場點入市區各種方法都講咗，睇完應該放心晒啦。如果你覺得有幫到手，記得 like 呢條片，仲可以 share 俾準備去韓國嘅朋友。有咩交通問題，或者你用開邊種方法入市區，歡迎喺下邊留言同大家交流下，我會盡量回覆你哋。仲有，下集我會同大家講講
去韓國點樣揀 SIM 卡同埋快蛋。記得訂閱我哋 channel，唔好錯過啦。咁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